跟住584尺嘅3房開放式廚房嘅單位，一齊去睇下。單位係開放式廚房設計，3房間隔，廳同房嘅景觀都係某邦來源。廁所都係發展商原先嘅裝修。呢間主人房預留咗衣櫃位，擺咗床可以做到3邊落床。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請隨時聯絡我啊！拜拜。